歐陽震華、胡定欣、羅蘭、劉江、呂慧儀、張永康以及韋家雄等一班一屋老友記嘅演員齊聚主題公園為劇集宣傳，兼公佈收視再創佳績。對於作品暫時榮登本年度9點半時段收視冠軍，台前幕後開心之餘，仲好希望可以開拍續集添。雖然劇集有冇得添食，依家都仲係未知之數，但係 Bobby 就話有另一個提議喎。即係嗱，我覺得拍劇咧就拍咗出嚟，就睇個零月就睇完㗎啦。咁但係我同同佢都講過啦，監製整個舞台劇。既然呢個劇咁入屋，即係帶俾觀眾咁多歡樂，觀眾又咁投入去睇，搞個舞台劇，你排咗一次，你可以做100場、200場。咁如果真係搞到出嚟，就可以將呢個歡樂嘅氣氛咧一路延續落去，咁啊幾開心啊嘛！Bobby 呢個提議，定欣雖然好支持，不過佢就有少少擔心啦。事關 Bobby 中意扮鬼扮馬，經常搞到班拍檔忍唔住笑場噃。過癮嘅，即係我諗觀眾其實呢個喜劇啊嘛，咁你就會想睇到大家忍唔到笑。即係其實觀眾都笑緊嘅時候，佢都會如果演員都忍唔到笑，佢覺得哇我哋同步好正喎，係啊，所以。最尾credit 出嗰時都你擺咗啲 NG 片啊嘛，唔夠啊，其實唔夠啊。你係咪仲有啲仲好笑？我哋要求話監製喺31集之後再加半個鐘，全部都係 NG 片。不過 Bobby 有20分鐘。我唔介意㗎。話口未完啫 ，Bobby 又搞到大家笑到碌地，大爆阿 Bob 林盛斌曾經被的士司機認錯成做自己噃。Bob 唔好坐的士。話你歐陽震華你套蘇東坡幾好睇喎。唔係，咁喺倒後鏡嗰度睇咧就睇唔清楚嘅，係嘛？可能淨係睇到咁多嘅啫。咁啊，今日夠有人話我似 U2 Eddie 啦，咁又如何啫？因為你戴咗頂帽。係嘛？都唔失禮啊，似 Eddie 幾好啊，係嘛？又有個咁靚嘅X 女朋友。我哋都緊貼啲楊新聞。我啱睇完啊嘛，係啊，啱睇，梗係要緊貼啦，時代嘅尖端啊嘛。你話 Bobby 幾曳先得㗎？張永康缺席咗之前嘅幾場宣傳活動，所以被傳同拍檔鬧不和。不過其實佢只係陪屋企人去咗美國度假啫。而啱啱翻嚟香港嘅佢就即刻出席呢日嘅活動，用實際行動打破傳聞。今次係第一次大圍宣傳嘅，因為咁啱就係我個女就嚟翻學啦，咁我要趁呢個時間，佢翻學之前咧有得去旅行，就趁呢啲時間去咗佢先。所以就我又唔知道呢個時間出街喎，咁啱就撞咗，咁好彩都講得到翻嚟。即係阿 Bobby 話喎，即係你要請晒大家去食飯喎，冇得 AA 喎。有乜所謂啫？我哋唔興夾錢㗎。我最中意喺 canteen 請食飯，canteen 我請得起啊，但係出面 canteen 都 OK 嘅，其他請唔起啊，其他請唔起。長腳蟹呢日就帶埋老公同仔仔一齊到場，執行寓工作於家庭樂。雖然一家3口玩得好開心，但係佢就有啲抱怨，事關拍檔張永康冇帶女女嚟，阿蟹冇得介紹2個小朋友認識噃。係啦，又唔肯介紹個女俾我仔識。我個女大過你個仔喎。有乜所謂啊？冇問題㗎。但係你大幾個月啫嘛，唔係我嘅意思，一齊玩大個有咩問題啊？你諗咗邊先？等先，你而家幾多層樓先？細聲過嚟聽。喂，搞錯啊！外父咁樣嘅。劉佩玥今次飾演張彥博暗戀嘅對象，唔少觀眾都讚兩人好合襯。佢哋開心之餘，仲話希望有機會以情侶檔出席活動。其實兩人除咗拍劇之外，早前仲為劇集合唱咗一首歌曲。以歌手身份出道嘅張彥博，歌喉當然有翻咁上下啦。估唔到原來阿 Moon 都好有音樂天分嘅噃。其實阿 Moon 彈琴咧係好吸引。哦，你仲識自彈自唱添啊 ？OK 嘅。不過阿博就除咗鋼琴之外，識彈吉他啦、打鼓啦、唱歌啦、作曲啦。咁你話邊個勁啲先？咁即係咪揀男朋友啲類型都可以，即係揾阿博呢啲類型㗎啦？阿博佢唔單止係才華方面吸引，咁我覺得佢個人都好好嘅。咁同埋佢好 take care 我啦。咁佢可以好可愛嘅時候又好可愛。你睇佢隻眼大到就係跌出嚟咁樣，我覺得相信佢係吸納咗一班好大班嘅女 fans。